救命了啊！到底是娘子啊？紧，我先去偷车衙门诶！快呀啦！高子前的前面拢早都走开呀！不该！救命呢！这真可就飞嘛！你到底是娘子啊？真叫毛老母啊！俺银行偷偷行走去啊，抢添我来。事情是安尼，大山底来这只喷火鸟疗休，俺因撞一毛骨老母啊！而抢古马尾喷火。为下小枪枪开啊！我按老开，唔难说的莫开啊，连俺因老走死开啊！你只喷火鸟上二级啦！是啊，俺老现八公，俺姑娘做讲。八公娘子。俺目睭无显呢，发现不该事情啊！现今你喷火鸟等你咪？俺当衙门。喷火鸟就在山坎边上的崩空内底，喷火鸟的力量真大哦，迄人哦，我真相信伊哦。太监出百姓，是交代对俺眼就好啊。下日3届，我相片发给高子前头上空上车。冇用啦！喷火鸟人当人强，哪会人车上吼？年少就叫阿爸妈呀！是啊，俺无种偷皮头路入去啊。冇种，穿过小滚滚山坑，掠喺头近的路。好啦。人事感谢迄人着上坑，救俺因高主前，拜托迄人哦。哈哈，小叔冇问题。有养错冇？冇咧。黑给你啥？我嘅代表嗰就前面咯诶。强烈唔系个继续喷火啊！俺来，让俺离开。很贵啦，帅哥。让我去咧！
你爸也冇法度个婆婆啊！哦，哦，日怪味。叫第二日几日？敢讲迄日记咧，贵站会万那边喷火啊！哈哈，会日来个地上空啦！嘿，我来，我会叫无去啦，感谢迄人。不过迄个喷火，大飞可真操心，真太麻烦。系啊，官员拢无法度生活啊！我无着上去过过咧。你较紧去工地问好啦。会去万瑞。干无人共啊，因落去钓啊母，飞拢走开啊！哦，哈哈，只会感谢迄人。不过是因为迄人无拍击垃圾，才冇在喷火龙车上手起喷火。冇唔错。嘿啊，迄日嘛飞唔错，怎无中？我咱紧甲你手亲卖。系啊，阮后摆天初无好好整理垃圾。该不该上啊？大家咱紧少。大家唔是强。天爱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嘿阿姨。手感痛啊！哦，其实系小喷火龙亲毛路啊，才会带得崩溃。
加加油嘞！买个不怕喷火。走喽喽！郭祖前变贱来啊，请你请了。你规下拢有感谢迄人，俩大黑人大陆好些。不是生意啦，哦，呵呵，我真无生意哦。感谢。你做乜計啦？迄天平喷火，你会搞气啊，嘿妹？